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我嘅 channel。咁今日呢條片同樣都係會係一條實戰嘅影片。咁我哋事不宜遲，去睇咗實戰配置先。咁我第一隻所使用嘅係隕石青龍 970L， 佢喺我 Day One 嗰陣時已經有介紹過佢。咁我第二隻所使用嘅係古詩助咒 160W， 佢喺我 Day 6嗰陣時有介紹過佢。而我第三隻所用嘅係鳳凰飛翼 770LR， 佢喺我 Day 9嗰陣時都有介紹過佢。介紹完我今場所用嘅配置之後，等我哋即刻進入到去實戰環節。嚟到第一鋪嘅對戰，我哋第一鋪所對到嘅係爆刃 150UF。咁呢度出到落盤，見到有一個少少嘅失誤，對面嘅爆刃相對係較低，用 150UF， 咁我哋係難以去吸收。呢度都見到我不停咁嘗試去作一個少少嘅吸收，但係因為對面爆刃始終高度較低，所以吸收唔到，咁就搞到今鋪係打和。咁由於打和，所以要重賽。呢度見到我重新提高翻呢個轉速，咁對面爆刃復活。咁我提高咗轉速之後，對於我哋吸收同埋打擊亦都會更加有利，可以喺持久上面可以贏到對方。咁呢度見到我開始慢慢又進行少少嘅吸收，最終持久勝利1-0。嚟到第二場嘅對戰，對面所用嘅係棍 960FB。咁今場我哋要用盡全力輸落盤，因為對面棍嘅持久力係較我哋優秀嘅。咁呢度見到我開始企喺一個好靚嘅位置，直接定中。咁今場將會係一場持久戰。咁為咗唔好浪費大家太多嘅時間，我哋會進行快進。呢度經過咗一下激烈嘅碰撞之後，見到我哋開始有啲傾斜。咁本身我哋隻陀螺都係有啲偏重嘅問題喺度嘅。咁我哋呢度持久力開始有明顯嘅下降，而對面隻棍嘅轉速就係維持緊係一個好高嘅水平。咁最終俾對面追翻1分，比分嚟到1-1。嚟到第三鋪，我哋對住嘅係時鐘75UN。出到落盤，見到對面時鐘處於劣勢位置1點，我哋成功攞到2分，比分嚟到3-1。進入到下一輪之前，等我哋去分析一下形勢先。首先，我哋可以知道對面會派上場嘅就係得時鐘棍，而係唔會派爆刃上場。點解呢？因為爆刃眾所周知啊，佢係5開嘅，咁佢5開即係會存在一定嘅不確定性喺度，咁自然派出去嘅機率就會下降。咁依家對面可以選擇嘅陀螺剩翻2隻，分別係時鐘同埋棍，而對面唯一有攞過分嘅陀螺就係棍，咁自然派出棍嘅機率係會高啲。而且唔好唔記得，我哋手上面仲有隻鳳凰，如果對面派出時鐘嘅話，需要承受住俾我哋隻鳳凰爆開或者擊飛嘅風險。所以由呢度可以推斷到對面大機率係會派出棍嚟去作為佢第3輪嘅第一隻陀螺。我哋得知對面大機率會出嘅係棍之後，咁我哋就要去分析一下我哋需要派出邊隻陀螺去應對。目前我哋手頭上有嘅係左膠龍、木乃伊同埋鳳凰，而我哋啱啱喺第2局當中亦都見到木乃伊係持久力方面係唔夠棍嚟嘅，所以我哋唔會派出木乃伊去應對。咁我哋手頭上就係剩翻鳳凰同埋左膠龍可以選擇。咁鳳凰需要一定嘅技術同埋運氣成分，即係存在住一定嘅不確定性，所以我哋會選擇派出左膠龍去應對棍。而呢度派出左膠龍仲有另外2個原因。第一，左膠龍係擁有吸收嘅能力，即係佢喺持久力方面同棍有一戰之力。第二，佢嘅撞擊力同鳳凰係差唔多，即係意味住佢都有一定嘅攻擊能力。
所以喺呢度我會選擇派出左蛟龍去應對棍。我哋繼續翻到嚟對戰，對面如我哋所料係派出棍去應對，而呢度我係偷偷地咁捉咗對面一下嘅落點。呢度慢鏡重播一次，由啱啱可以睇得出對面隻棍嘅落點大約係呢個位，而佢嘅軌跡會係咁樣走，所以我哋隻左蛟龍只要 shoot 喺大約呢個位，就可以滯留喺嗰個盤嘅位置，對棍進行一個撞擊。最終如我哋所料，對面隻棍走到嚟我哋個位，俾我哋去撞擊，擊落到去兩分區，最終比分為5-1。今場對戰我覺得冇乜嘢需要回顧，所以就冇賽後回顧嘅部分。咁呢條片就嚟到呢度，中意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有啲咩問題都歡迎喺下面留低，我會盡量解答你哋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。